你本為仙女，因觸犯天條，故被貶凡間。現更財迷心竅，妖言惑眾，令玉帝大怒，故命網紅元帥、天神將軍將你降服，回頭是岸，收皮正果。多少苦主，多少爭議，毀了信，如明星七仙語。沒有88捐獻入數立看可以，慈善運作數局中關注。但要輸以佛為名，甚放肆，人神共憤隨必變。仔手證件舉七仙語，奉謝為準沒猶豫。勿再去打妄語，做騙子，衷心的寄語。聲稱中醫作曲都可以，草藥催眠師七仙語，集了各派心理學博士有標注，為何沒了看不到七仙語？唔信醫際遇茫茫沒意志，猶如面當車仔將至，快 help me， 空聲再聲影響不已，問事化沙漠言辭，落搭有錢進駐，是信是主，是否考嗌你？有啲傳播，因為佢哋話咗好多年，咁4000幾個和尚啦，每人修行念經就話，但係話一個咧要幾年㗎，好長時間。咁出邊咧拍賣咧係30幾萬港幣㗎，呢度咧賣幾多啊？你講啦，我都抌心啊！原價就23800，而家特價跌咗就18888啫，其實抵嘅。全家都有用，世世代代當珍藏都有用。多麼誇張，乜 Q 都可以誇包製。做堂卡七仙語，直播帶貨，鬼更作狀冷真摯，人若自作奸不可視，無良義責任難逃，沒悔意，累累犯案可敢羞恥。那一天港吻紅燈七仙語，墮入法網最難辭，犯法罪終判處，落案公諸監倉不願意。歡迎大家嚟到苗疆愛填詞，請俾個 like， 留個言 ，share 我嘅片，同時可以免費訂閱我2個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我有新片，就會通知大家㗎喇。由於 YouTube 對二次創作嘅規限，我呢個 channel 舊曲新詞創作嘅模式要生存其實好困難。換句話講，係唔能夠透過廣告獲取任何嘅利潤，而 Superfans 亦都被停止使用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嘅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支付寶掃一掃 QR code，亦都可以經銀行過數。我嘅動力有賴你哋嘅支持。